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基本的福氣類的個節目。哇，基本的小解伊個你客家個後生人哦，帶到推動底下，平常時佢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像係咪個衝浪啊，咁個最重要嘅係，佢係一個產品嘅設計師。講到產品嘅設計師，大家會容易想哦，一種嘅藝術嘅創作啊，容易其實啲都係個學問動態哦。大家嚟分享幾件事，呢個產品設計師周信芬分享。大家好，我係來自苗栗的周信芬，今日運動歡喜來到福氣來咧，老大家分享。耶，分享。先來簡單的講一下哈，你係苗栗人，嘿，好，古時候你是在苗栗出生，錯嘛？哈，然後過後咧去到新竹讀書，對不對？新竹高中，讀高中，然後下後去到故鄉。係哇，遷徙嗬，遷徙嘅過程。過來又去到台北做事，去到台北做事嘅後，結果咧，結果佢又去到哪？去到瑞士，瑞士嗰邊做學士。過後咧又去到瑞典去做鐵路。最尾你還去到推動。哇，你這個路徑嗬，很難讓人跟你這個人聯想起來。容易講咧，因為大家要發現嘛，看佢個外形哦，就是皮膚很黝黑，可能動空田嘅感覺。因為佢講佢動好衝浪，所以大家都推動。咁佢有一個產品嘅設計師，來你說一下，就是你這個這麼有趣的背景有冇？你看你這樣的一個遷徙的路徑，然後你還有到推動走高連，有夠衝浪。咁講你其實有一個產品嘅設計師，分享一下。說為什麼會回到台東啊？當初是在瑞士念研究所，對，然後畢業之後在瑞典念設計，對，念設計，對，念產品設計，對，然後畢業之後在瑞典找到工作，所以那時候在瑞典工作，對，然後工作之後就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瑞典，就是真的很黑，很冷，冬天的時候，因為日照時間比較短，對。然後就很想念，就是因為很喜歡衝浪，對，然後就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對，然後就想說有沒有可能可以把工作跟生活取得一個平衡，所以我想說有沒有辦法回來試試看。那台東是我在台灣最喜歡的地方，對，所以就想說回來台東試試看。你幾歲？9歲開始衝浪，幾歲開始衝浪？18。那時候還在念書，對，就是大一的時候，所以那時候在高雄讀書嘛，讀高雄讀書，然後你就會自己跑去台東衝浪這樣。對，第一年在墾丁，第二年跑去台東，然後就一直在台東了。對，但是因為你總有你自己工作的一個途徑一個路徑嘛，是。沒想到你最尾到瑞典，真的也找了一個你挑。好短哈，然後沒有什麼太大的衝浪的一個國家，然後你就在那邊，其實也是不錯啦嘛，以後因為是很好的學習。如果我就真的太太懷念了這個陽光沙灘衝浪的日子，所以你就回來了這樣。對，你有一般你在訪問東英的世界沒知道啊，因為我有別的規劃，也答案非常的簡單哈，你的答案很簡單，就是我很想要衝浪，你就回來了。那我想問一下，後來你到了台東衝浪之後，所以你那怎麼辦？工作怎麼辦？退路用干啥？這個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覺得蠻有趣的，是回來其實也是一個實驗，想說試試看，對，就是那個時候在瑞典工作，因為在大公司，然後客戶其實也都不在瑞典。對，客戶，譬如說那時候剛好有做 IKEA 的案子嘛，但是唯一在瑞典的，但是也有客戶是在美國、在荷蘭，所以平常我們的會議都是線上會議，那重要的會議在出席，就我們過去或是他們過來就可以了。對，所以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說，不是你人在哪裡，是你的能見度在哪裡。對，所以我就想要挑戰，就是說，那如果我回來台灣，回來台東，但是如果我的能見度還是可以在歐洲的話，那是不是我在台灣哪裡都沒有關係？對，所以像我那時候就是給自己設定，就是我回來台東，想要先把生活平衡找回來。對，然後在那時候還要回小學教書存錢，我要去展米蘭。在台東嗎？對，在台東。對，然後我要存錢，然後去米蘭參展。等等之類的，OK， 其實講話冇唔錯，因為其實你喺要當到嘅鐵路，你可以等於是國際線上一直做啲溝通。尤其大家有啲因為佢做係產品嘅設計，所以尤其是我覺得
UK 其實自從疫情。就是疫情過後，其實更多這樣的一個線上國際的交流，或是國際的會議，真的是這樣做。我大家不去講到咁簡單，其實也冇咁簡單。你問到很好多嘅問題，了解機制前，先來講一件事情哦。因為佢講佢怎麼推動，佢係做產品嘅設計。我們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分享一下到底到底產品設計師跟我們一般我們對於設計師的想象有什麼不一樣？因為我們特別強調產品，特別強調產品，其實產品設計師就是在設計產品。那一般人想象可能是平面設計師，或是其他室內設計師、建築設計師，或者會不小心把它想成藝術家。好，那產品設計師最主要的工作其實就是設計一個產品。沒錯，是這樣沒錯。但是所以大家常常會以為就是我們就是在做產品的外形。對，這是最常有的誤解。對，喜不喜歡？是降模啊。但是美跟好看是基本的，基本的。OK。對，就是其實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其實追根究底還是在解決問題。可能是解決客戶的問題。可能是解決價格的問題，可能是解決生產的問題，可能是解決這個產品在這個情境裡面使用者的問題。所以最後其實還是在解決問題。那這個背後的脈絡非常的重要，因為可能這個產品它很好看，那它也有解決到這個情境的問題，但是賣這個價格就不合理。所以這是它很像是我認為其實很像是在解一個數學題。它一個數學題它沒有標準答案，可是它有一個最佳解。所以如果這個產品它非常我們會看的時候會覺得它設計得非常好的時候，其實是我認為它有回答出最佳解。所以有一些你看有一些經典的設計，為什麼它之所以是經典，就是我覺得它答得非常好。就它每一個面向都有的打勾這樣子。我覺得連他很像在上課，有沒有？我覺得老師講得非常好。因為休息妹說，哦，那到底是什麼意思？那我們如果回到具體的例子，比如說你有什麼具體的理由，找到老大家的分享嗎？我大概可以理解老師說的意思。事實上，講的意思是講，你一設計一家產品，首先提起點你看到的時候，你會覺得哦，它好好看哦，我很喜歡。好，這是第一個嘛，對不對？第一。就是你要當你當設計師的時候，T1，那它成本會不會很高？你總不能設計一個東西，每個東西都要賣個什麼10萬8萬，那誰會買？對吧？那這T1嘛，我剛聽到感覺是這樣。T 上，那它可不可以量產？因為量產也是一個成本嘛，對不對？還是它只能做2個，對不對？那它能不能量產？T 上，那它的材質怎麼樣？就是說，其實這中間你要分析的東西費松豆，不是自己設計。我是不好意思講設計開心的啦，就是你設計的東西是不是自己開心就好？所以是不是有剛才這麼多東西需要考量？聽起來是這樣，是醜嗎？走。對，因為我真的很想要趕快進入到我們現場的產品設計。現在我讓台高的記者理由，像比如說我來前面看到了這個就是我今天一看到的時候我就眼睛一亮，因為其實台高會講那什麼東西，其實它就是放一個小蠟燭，它就是燭台，對不對？可是為什麼我給我眼睛一亮？因為我真的有很多這種小蠟燭，我是真的很多，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放在哪裡，對，所以我給表都中毒，然後表都中毒還是唔記得，然後等到有一天的時候，我可能又不小心想說啊，蠟燭沒了，我又可以賣，或者就是你會覺得它收納很不方便，可是這個產品感高是會起到，其實不會啊，你就擺在底下，它就是它的收納，是。而且感覺上高度不一，好像還是不一樣的美學呈現。可以這麼說嗎？可以。那完全可以。你覺得我剛剛介紹的好不好？很好。你要不要幫我做補充一下？好。其實大致上已經都介紹的差不多了，但是其實起心動念最開始就是我的好朋友邀請我們來針對燭台，然後來設計一個新的作品。對，那大家都會，其實燭台很有趣，是因為它怎麼做都對，因為你可以把蠟燭放上去，它就成立了。對。那我自己是因為可能跟我的訓練，然後跟我的思考，我喜歡做的事情比較靠近這個面向，就是我覺得其實解決問題跟功能性還是非常的重要。對，它最後是它的造型啊，或是美學，那是最後的事情。所以我在當初在做這個燭台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先研究這個圓餅小蠟燭功能。就是在研究的時候發現說，
你買這個蠟燭，通常不會是一個一個買，它來的時候都是一包一包，所以基本上大概都是30個嘛，或是50個。哦，對，那我就想說，對啊，我就想到說，我有一個經驗是說，我常常用了幾個之後，剩下的蠟燭不知道要放到哪裡去。哦，对，那下次要找的時候好像又找不到，然後又重複買了。錯。對，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把這件事情思考進這個燭台的設計？對，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燭台，它底下就是可以去收納，就是一包30個，那我這一組3個，剛好量上嘟嘟吼，所以放起來剛好30個，比如說嘟嘟上去扎，嘟嘟吼，8個、10個、12個，剛好一組這樣，太棒了。貼章對嘞，如果是我會很喜歡。黑公家裡有習慣點這種蠟燭概念，就是因為它有時候會有一些香氛的概念。而且大家會總結，因為你賣上種有沒有？然後你買一推上皮渣，你就放滿就剛剛好，你就會覺得自己是富翁可是，但是你隨着它的使用，你想用哪一個就用哪一個，你還可以看到它剩下多少寸幾豆，而且你不會有收納的問題。然後我必須要承認，它還算是很簡約的造型，然後也不佔空間，有動風片，因為它是一個高度。好。有了這個產品都曬個，大家係咪好啲嘛？感到產品係設計師咧，所以佢應該係講，佢要雪絨，而且佢仲得貼櫃哦。我講到咧，還有乜個動作嘅故事，嗱係講乜個產品，然後大家都少嘅，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同你講。我們上一段節目講到這個燭台的設計，我在講過來時間到阿粉大追顧的時間，就突然很想買，動手也買，所以因為剛剛上期在拜年嘟嘟吼。可是其實我還蠻好奇，很好奇改時間是，我想問一下，你在台東已經6年lang的，對不對？哈哈，那你開心嗎？開心。非常開心，所以你為什麼會這樣問哦？大家是不是應該懂嗎？不要問。那我先問一下，問一下，可是你呀哈嘿，每天都會去衝浪，幾乎對，春夏秋冬，只要有浪就衝。可冬天很冷吧？會凍浪，冬天也沒有那麼冷，因為其實台東冬天水是溫的，氣溫比較冷，水是溫的。好，所以就衝浪回來之後，就好好的吃個早餐，好好洗澡。對，然後再啟動一整天的工作，黑貓，走兩講哈，這聽起來是不是很令人羨慕？你講，躺也很完美，有沒有？又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好，做咩辦？用問題咧，因為佢講佢到水點是係因為啟動沒有太開心，所以想回來。對，然後是因為就是因為你沒有覺得太開心，所以就回來。那應該是為問題講，大家現在開心嘛？可以講一放一，那接案還順利嗎？因為你剛剛說這個是可以，沒有區域的hạn制，你是怎麼講完呢？很順利嗎？還順利嗎？目前還活得下去。對，可是你知道我最終想問的事情就是，其實這就是你要的生活，對吧？是，是。你可以做喜歡的事情，當然在前提之內還能夠溫飽的前提。那以後當然有以後的規劃，所以這是現在這種感覺，對不對？因為我很想要逼他會不會說出啊，其實應該要怎麼樣？結果他看起來就是真的是很陽光這樣。不過講到兩片也是接實為講，你如果不受區域的限制，你說目前還是可以溫飽，那你還是會去參加很多展覽，比如像米蘭的展覽啊，什麼對，然後那像米蘭展覽，這個你要自己出國去，對，所以你回來在台灣這2-3年，你有參加像是什麼展覽嗎？有，其實當初會從瑞典回來，其實是有計劃性的，不是說很任性。想回來，其實是很多的原因剛好加在一起。生活是一個嘛，就是快不快樂，然後再來是說，一直都想要去參加米蘭展的原因，不是說只是為了圓一個好像什麼夢，是說我那時候已經有做好很多的家具作品，然後必須不是說一定要馬上展，而是說做完了會想要去展的原因，是因為其實設計它也是會有期限的。對，因為我們是在針對這個，譬如說這個5年，這個10年的狀態去針對這個情境下去做設計。如果再久，可能它會有時效的問題。明白。對，所以我做完了那時候的譬如說那時候設計了一張椅子跟一張邊桌，我覺得他們已經很完整了，值得被生產出來。我想要趕快把他們去米蘭展出，跟大家見面，讓大家都見面。
對，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如果剛好跟歐洲的品牌有機會合作的話，被生產，那就會進入到歐洲的市場。對，然後就可以開始有一個被動的收入這樣子。對。那其實還有像斯德哥爾摩展，什麼？對，這個你也有去。對，斯德哥爾摩展那個時候是另外一個合作案。對，是我在瑞士的時候跟一個挪威的家具品牌，對，那個時候是一個內部的競稿。對，所以就是要針對他們的需求，然後提出我們的看法。對，那時候是設計了一個小學的椅子。對，那他們在講的是說，學校的環境在改變，教育環境在改變，可是家具沒有跟上，所以就是用這個方式來去回應說，那現在的小學，既然教學方式不一樣了，家具可以怎麼跟上？所以那時候題目叫做 Future of School Seating， 什麼是未來的學校椅子？這樣子。我覺得太有趣了，動善起，你可以分享一點點嗎？比如說，你說小學椅子嗎？對，可以啊，可以啊。因為你剛剛講的其實是一個理念嘛，比如說台大都在緊譜，可是你的椅子卻沒有跟上，是對，所以那你那個時候投入的設計理念可以嘛改，對，比如怎麼樣才是跟上的？好，就舉個例好了，就是辦公室不是會有那個升降桌嗎？錯，對，那個是因為就是研究發現說，你長時間在同一個姿勢工作，對你的身體健康跟身心靈的狀態不會是最好，對，所以那這個就是一個必須要去跟着進步的地方。但是小學這個環境，他們很常會去參考辦公室的家具怎麼去演進，對，但是你不可能給小學生升降桌嘛，他就一直在玩呢，就一直玩，他就不會認真上課，對，所以我那時候提出的看法是說，與其給小學生升降桌，不如給他一個直接站着高度的工作台，再加上一個稍微高一點的椅子。一起升高，所以你要麼就是好好坐在一個高椅上面，要不然就是直接從椅子上下來站着工作，站着上課。OK， 對。那時候遇到的挑戰是說，有人會說啊，那你為什麼不直接把一張吧台椅搬進小學就好了？但它有一個不太合理的地方是說，學校的家具有它的規範跟限制，然後你也不想要在一個看起來像是 bar 的環境裡面上課，所以這個就是很重要，這就是我們產品設計師的工作。我們有時候在處理的事情是不是那麼直覺的？它是功能性達到了，可是這個感受也很重要。對，就是你不會想要在一個像bar的環境裡面上課，對啊，所以我那時候的功課其實就是說，我要設計一張給小學生的高椅，可是它不能看起來像吧台椅，還要看起來像是小學生的。可大前提是桌子必須是高的，從麼台前你得走耳夠吼。你看很有趣哦，台大又發現哦，因為那阿肥讓大追顧吼，你看這個就是一個產品設計。回到上一段節目講的，就是不是只是外觀，就是你的實際需求是什麼，然後還要符合成本。你總那塞給他等了1萬塊，學校怎麼可能花1萬塊買一張椅子？所以這就是產品設計師的一個工作。這是為什麼阿肥會說它很像是一個數學題，對你好像是一個解謎的過程，就是你要這樣子解，你就可以吻合，然後青豆在最後一個答案。那剛才台大有談到，比如因為唱歌愛用改展覽，比如說那時候是跟瑞士、瑞士有一家合作，對，因為你在瑞士也花了很多年的時間讀改變後系，所以在瑞士的學習其實對你的啟發很大。走這樣講，比如說，因為那裡的講師也不太一樣，他們給你的這種不你改這種搞柔改灌糧啊，也是完全不一樣的。不一樣。稍微介紹一下好了，就是我们瑞士那間學校很特別的是，學校裡面沒有老師，只有行政人員跟系主任。那我們的老師都是業界非常厲害、有名的設計師，被外聘到學校裡面。對，所以我們每個禮拜可能我們跟老師見面的時間就只有10分鐘，每個禮拜10分鐘，一感應嗎？還是全部？比如你們班上幾個人一起？一個人大概就10分鐘，好少哦。對，所以就是可能你知道你要做什麼之後，你就要一整個禮拜為了那10分鐘做很多事前的準備跟功課。對，因為他們是很厲害的大師，他們時間很寶貴。對，所以他們每次進來學校，一個禮拜可能。因為一個班可能大概15個人嘛，所以一個人10分鐘，他一整天就沒了。對，所以我們就是那10分鐘，我們可以事前準備非常多的模型啊，非常多的功課，然後要去說服老師。因為進去那間學校，他們是把我們當做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設計師，就你不是學生，你每後上都好些，你老外講你的理念嘛，你就會設計師。
然後呢，那10分鐘會不會壓力很大？其實會啊，然後你會很怕，就說，我這10分鐘浪費了。哦，對，就是你，所以你要做非常多的功課。哦，像我那個時候在做那張椅子的時候，很瘋狂，是有點像是一個震撼教育，就是我每個禮拜要做一張1:1大小接近完成的椅子模型。哇，跟老師討論哦，才會知道說，那這個椅子到底合不合理哦？對，就是乃至於很細節的部分，對，比例啊，然後使用啊，然後放在情境裡面合不合理，去說服他說，那到底為什麼要做這張椅子？這樣，對。我想問一個可能比較門外漢的問題哦，來問一下，就是一般來講，因為你還是在推翻修搞了的教育養成，那像這樣東方跟西方的這種按那種思考、許多改變的事，你會不會你在這中間有察覺到不一樣嗎？不一樣，就是說，我不曉得你在學習的狗昌地讀，不管你身邊有沒有來自於華人社會的學生，或者是東方的學生，就是你們在產品設計的思維上，因為它畢竟還是跟你們生活經驗的累積有關係嘛，生活經驗跟累積有關係。有沒有什麼你覺得，好像西方人會這樣想事情，可是東方人會這樣想事情的區別？其實，我覺得可能我自己的背景又有稍微不一樣，所以沒有那麼明顯。對，但是其實還是會有不一樣，因為畢竟真的成長跟文化還是會差很多。但我覺得好處是說，就常常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啊，是不是一定是西方的月亮比較圓啊？不一定，就是我覺得都看過之後，其實是你會自己去判斷。因為啱啱有想講，比如講你係來自於方言改社會，不一定，也許不一定哈，冇聽錯。搞不好你會帶出一個，就是你原本在這個環境裡面受到的熏陶的 idea， 帶到細縫，你搞不好對他們來說也是另外一個很好的點子。好，我們這也許等一下好像有一個作品，又繼續做在講到哈，講到兩篇呢，其實你做在了解去貴州個狗昌嘅故事非常嘅有意思，我覺得收穫，你看像你用心朋友收穫很大哈。講到兩篇，其實做到還有在今天帶來的這個作品，來，中間可能會有一罐酒啊，兩篇可能是一個杯子。你要不要分享一下這個作品？好，這個其實是去年12月在台東，有一個設計獎，對，但它其實不是設計獎，我們是受台東設計中心的邀請。對，我其實蠻開心的，因為我很喜歡台東，對，就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像是第二個故鄉的地方，所以可以為台東做一個案子。很棒，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對，那這個設計獎其實全名叫 Action 台東，翻成中文叫做台東行動力獎。OK， 對，這件事情也很特別，是因為其實台東，我們像主持人前面在問的是說，那到底是什麼設計、什麼設計師？但在台東其實沒有這麼多那麼明確的，就是說我是產品設計師，我是平面設計師，可能沒有那麼多。就是比如說你要跟台北或是全台灣其他地方比起來的話，但在台東有太多很厲害的當地人，他們是實際在解決問題的人，所以才會重新定調這個獎叫做行動力獎。因為有時候解決問題，設計其實就是在解決問題，只是我們用的方式不一樣。產品設計師我們可能是用美學，我們是用造型，在解決物件，在解決業主、解決環境的問題。但在台東有很多人，他們是用自己的手親自流汗下去解決很多很在地的問題，所以這個獎其實是想要把這個獎頒給對台東在地有貢獻的所有人。你可能是一個人，你可能是一個單位，甚至你有可能是一位公務員都沒關係。對，就是只要你對台東的發展有實際上的貢獻，這個獎就會把這個獎頒給你。這樣，對。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這個獎盃當初我接到的時候。限制是什麼？其實限制非常多，就是非常多的限制。那有這些挑戰，我覺得最後才可以長出這個樣子。好，我知道第一個限制。好，它一定要看起來蠻好看的嘛。對對對，對不對？因為弄一個動賊改東西沒走對嘛哈。第二個限制我知道，他一定會告訴你說，他要很台東。我猜啦，其實來某某叫我等下來團的哈。提上呢，佢可能會問講，可以食用嗎？動血容，我猜一定有這3個限制，所以你等下去做啲好好的紹介下，要按樣個限制去設計乜嘅東西，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嚟講。衝浪教練，
三瓶曬給式打嘴鼓，真的收穫很多其實，因為我訪問了費松豆改捏，可是我第一次就是聊到在瑞士學設計有這麼有趣的故事，走在分享，比如講一改性上10分鐘，要多珍惜，好想延伸這個話題哈。不過因為根本有聽到會講的，所以那講起來三瓶，所以你看嘛有醬，有動推動，還要實用續溶，所以你就做了這個。來，你跟大家講它有多有趣。好，快速講好了，就是這次的限制其實是因為是第2屆，所以第1屆的時候，其實這個底下，你可以大家看到這是一個酒瓶嘛，那上面這個是它的蓋子 ，OK， 對，所以它蓋上去的時候可以變成一個完整的獎杯，所以真的可以蓋着對，所以形成了它最大的限制，其實是說底下的瓶子。它上一屆已經開好模具所以這次的挑戰是上面的蓋子蓋下去，它看起來不能像是一個硬套上去的東西，看起來像是一個完整的東西。它就是屬於它的，沒錯，整個弄起來是一體成型。對，所以這是第一個最大在造型上的限制。對，那它也是挑戰的地方。第二個是說酒瓶裡面的內容物是針對這次這一屆的獎項去挑的，它是紅烏龍酒，是來自台東在地的東太陽酒廠製作。OK。然後這個酒很有趣，是它是烈酒，所以它可以純飲，也可以調飲。對，那這個上蓋的設計就是針對這件事情下去，所以你可以倒到上面，沒錯，上面就是拿來喝酒，你就可以直接這樣酒。對，然後翻過來就是可以當調飲這樣。你剛剛是要一杯然後 one shot 嗎？應該。對。那黑毛呢？帕色的部分是黑大杯的，所以其實你就可以做調飲，你就可以慢慢喝。所以大家又反黑毛，其實。老實說，我們很多動豆改，不管是藝術作品或是設計作品，可是打白曬給式講到實用性的時候，你就會眼睛一亮，你那個心情會完全不一樣，就說這個設計很可愛，你帶回家你還可以這樣子用，你看走的安雍容，你看這就是我們剛從節目一開始到底下講的每一個分分秒秒的講的事情，就是講這件事情。三瓶曬給式講的事情。其實這也是跟你在瑞士的學習很有關係，這全部都是你在過去從大學開始投訴狗去到瑞士整個的這樣的一個養成，所以你今天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感覺跟靈感。你大家還有記得嗎？雙團節目還有講到，像比如你去到瑞士改變投訴改世界，係講督導上係發音去改好上華人學生，或是東方啦，我們講東方會不會在這個點子上會有點不太一樣？也許某費松台改差別，可是還是會有的。比如講，你就做了一個很有趣的設計在那裡。對不對？掛在壁掛式的洗手槽，大家就會覺得動奇怪啊，哪有人要做壁掛式洗手槽？你是在找茬吧？從門也該親媽掰，其實為什麼？很有趣是那是也是一個合作案，對，是跟瑞士的一個衛浴品牌叫 Laufen 他們是這方面的專家，對。那剛剛主持人有提到很有趣的，就是文化不一樣，那對於這個案子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觀點？對，那個時候我發現一件事，因為去瑞士之後，我發現，因為瑞士的水實在太乾淨了，基本上都是阿爾卑斯山的來源。阿爾卑斯山的水所以他們其實對這件事情是非常的，是他們的生活一部分。但他們也很驕傲，就是他們的水非常乾淨，都可以直接生飲，就是水龍頭打開是走得啉的，走的，對，就可以直接喝。對，那這件事情对於我剛去的時候是非常震驚的，就說哇，原來可以這樣。但是因為他們都覺得太稀鬆平常，對，所以那個時候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如果你要在一個沒有廚房的地方要裝水，你要拿着水瓶去廁所，一片手裝水，旁邊是馬桶，臭嗎？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有點噁心。然後因為洗手槽通常就是也不深，你那個水瓶不好裝。對，那我想說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去做一點什麼？那剛好這個案子就非常適合，所以我說那個時候就提出一個想法，蠻瘋狂，就是說如果我設計一個專門拿來裝水的洗手槽，可以嗎？但這件事情在瑞士就非常合理。對，就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是在飯店，飯店它不會有廚房，那你如果一次性的水瓶用完了，你就要去廁所裝水。對，那這件事情就不太合理。有種感受上感受上，冇講，你看你要是係東風西風，冇講係關掉，因為基是就按個感受。講到兩片，其實我覺得根本也節目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永續。對，大家一定因為下
地球已經被我們破壞過動養寵嘞，所以你倆走買實心都跟永續是要有很深的連結的，對不對？對，這個議題非常有趣，就是其實永續最簡單一句話講就是不要為了現在的發展去透支未來，對，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有趣，是其實跟客家精神其實有點相關，就是我們很常講說客家人惜福，對，就是我們對於資源的珍惜，不浪費這件事情。就舉個例，譬如說客家小炒，其實就是嘛，炒。對，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有趣。你看我們多棒，我們多久以前就永續了，知道嗎？是，對。所以當然有可能因為安永改關係，我們可能在產品上也會變得比較貴，變得好貴。對，是因為因為你過去都透支太多了啦，對不對？從某天下才要。對，一部分是這樣，一部分是說，因為它永續不是只有講，就是它是在經濟環境跟社會3個面向下去做平衡。對，那為了不要讓現在去透支未來，對，所以不免俗的就是，因為你如果要讓資源更妥善的處理，你花費的能源跟時間跟能力就會變多。那會反映在你的產品價格上，是非常合理。不過大家會記哦，你係為到很好每戶嘅未來，不是一直把資源給耗盡。那你有沒有什麼未來的規劃？近期？目前嗎？就希望可以接更多案子，對，然後持續維持就是衝浪的習慣。所以今年7月聽說有展覽，從某度推南。對。青葉喜猴、促喜都信義猴，在推南台家走的插一下，也會有這樣燭台拉做微燭改這個設計展。主要是這個燭台的2.0，對，2.0的展覽在台南的藝廊叫 Ring Ring，對，如果有興趣，大家可以來看。呀，聽說哦，哈，節目改最美哈，2分鐘，大家來快問快答，大家問大家，不可以想很久啊哈。請問一下2選1，如果你現在發票中了1000萬，跟你可以免費50千去20個國家，你現在歸港，你要選什麼？20個國家哦，很快，很棒哎。如果是我也會選20個國家，然後把花到1000萬的這種嘎切，是不是？對啊，沒有人說不行。對呀，而且我還要坐商務艙，對不？你看1000萬什麼改？哎呀，聰明哈！聽你最喜歡改最好改認同，除了從哪？打籃球。哦，打籃球。好，走的力改來，最想做但還沒有做的事情。最想走還沒走的事情，人生清單有很多，沒關係，你隨便講。芹菜公，開一個超級無比大型的設計展。我幫你講，設計的產品跟這個廠商結盟結合，然後很多可以有一個，就是你知道 IP 的授權。應該是這個，應該是，就是這麼務實，真的，就這麼務實。對，就是我希望我的產品，其實現在在跟一個意大利的品牌合作，希望可以趕快在歐洲亮相。對。好，那我們趕快跟北貢許願，北貢趕快播出阿炳的產品，可以趕快跟這個國際的這個合作，這樣子好，航白離子走得對。公司才會是走得堵，你在市面上看到去設計的產品，我覺得這也是對設計師動態的肯定。我覺得也很務實來說，那也是另外一個有沒有版權費用的取得啊，對不對？然後優良我們就可以越來越多更好的作品，什麼好，然後他可以專心的衝浪，然後偶爾設計一下就可以了。好啦，你好講小改題目啦，希望講鄉親朋友係講，可能你基本改節目真是到阿芬嘅心況做得後續動到，因為其實講到動輕鬆，可是在抖機嘅心況，可能抖機嘅理念，而且他的信念，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動態嘅好戲，所以謝謝你從台東來，師母你都推動來安人，謝謝師母。好，聽下來，向下咧做認同咧。繞牆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宿勤集，還有天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2個影片勤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